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置業黃埔區嘅陳生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海濱南岸嘅一座，睇一個實用432尺、間隔屬於兩房嘅單位。咁我哋一齊去睇睇。大家都睇到呢個廳咧就係長方形嘅設計。咁而家咧佢擺晒所有家私嘅話咧，咁其實都仲係好實用同埋好見使嘅。單位所有窗戶都係向東南，面向內園，而且非常寧靜。咁廚房咧個比例咧係整個海濱南岸最大嘅，非常適合小家庭之用。好，咁嚟到呢度咧，今日介紹就差唔多啦。如果邊位想查詢一啲紅磡區內嘅一二手資訊，或者係了解多啲海濱南岸嘅話，歡迎致電本人。多謝。